喂，姐姐你好，好，姐姐你叫咩名啊？我叫係 Susandy，叫生字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呢46歲，你結咗婚未？離婚嘅，哦，離婚，有冇小朋友？有幾多個小朋友？3個朋友，大三個小朋友。大個呢，嗯大個24嗯歲，二個呢21嗯歲，咁呢嗯，第三呢，誒十三歲，13歲。啊，明白。係你以前係香港招業，有幾多個僱主？3個僱主。三個僱主，第一個僱主喺邊度啊？係 Diamond Hill 嗰度4年，4年啊，兩個合約係咪？係啊，照顧咩人咧？超過公公照顧公公幾多歲？83歲、82歲，哦，OK，健唔健康？係健康，健康啊。跟住係咧，第二個僱主喺邊度？係觀塘，喺觀塘，幾耐啊？2年，2年。啊，照顧咩人？超過婆婆照顧婆婆幾多歲啊？83歲，健唔健康？又唔健康，唔健康，有冇行路啊？唔得，唔識唔得，行啊，唔識行。哦，OK。第三個老闆啊，佢住喺邊度啊？喺藍田嗰度，喺藍田，幾耐啊？差唔多6個月，六六個月，個月，點解冇合約？有事嘅，喺屋企有事，有嘅你有事，你份人年。係啦，哦，明白。你識唔識煮中國餸？食啊，煮乜嘢啊？嗰啲青雞翼啦，煲嗯湯啦，嗯青魚，嗯青排骨，嗯。咁牛粥嗰哦，OK 啲 OK。嗯，係差你識咁唔多，嗯，你識唔識煮肉？唔食豬肉可以唔可以煮豬肉？可以，哦，可以，OK OK。好啦，謝謝，唔該晒啊，拜拜。好，thank you，拜拜。